出靚花就用呢個肥。立春到啦，用咩肥料可以令到新會金啲花壯啲，後期易補嗰啲咧？嗱，自然界同植物本身同有兩大元素，一係碳，二係氮。碳指嘅係碳水化合物，佢儲存嘅糖分同埋我哋補充嘅呢啲有機肥，佢係屬於碳。碳主養護，氮咧就主生長。咁立春以後咧，又要長根啦、出花啦，又要長葉啦，所以我哋要選擇氮。但係氮咧，佢有3種形態存在。自然界同植物本身佢存在嘅係胺態氮，咁樣仲有化學合成嘅硝態氮同埋呢個酰胺態氮。咁現階段嘅話，呢3種氮邊一種最適合新會金咧？嗱，我哋有3個根據。今年嘅冬天咧十分之寒，點樣補水都好似補唔夠咁樣，所以成根同埋要速長都比較困難。所以喺選擇呢個氮，我哋一定要選擇佢夠快速嘅，而且殘留少嘅，對根傷害冇咁大嘅，就係硝態型。我哋俾出14個硝態氮，磷肥咧新會就唔缺噶啦，就0個磷，咁就20個硝酸鉀，9個氧化鈣，1個硝酸鎂，就比較適合現階段嘅一種天氣，要俾佢出靚花就用呢個肥，就係魔力蜂。第二個係胺態氮，胺態氮咧易揮發，易隨水流失，濃度大咗咧又容易造成傷根，造成根皮嘅角質化、棉花狀，所以胺態氮唔可以大量使用。酰胺態氮佢唔可以俾植物直接吸收，需要一定嘅時間轉化，唔夠快速，所以唔適合久旱後嘅肥水供應。所以我哋要用魔力蜂。嗱，依家2月份咧又係生根高峰期，老潘嘅方案係用第7天大白根加魔力蜂結合使用，既促進根嘅生長，又可以促花大葉大，後期好補果。依家嘅天氣咁乾旱，葉面輔助都係好重要嘅。我推薦嘅係16領先方案，買光能送順利，壯花補果，一噴萬利。